不悲欢不成人间，不遗憾不成人生。2003年4月1日，亚洲演艺界顶级巨星张国荣在香港逝世，终年46岁。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撼了整个华人社会。2003年是非典的一年，但无疑张国荣逝世的消息在许多人的心中比非典还要可怕和难以接受。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许多人听闻这个消息后先是不信，而后痛哭。很少有明星的去世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哥哥去世后，娱乐八卦纷至沓来，猜测死因不乏以下的3种：他自我要求过高，但因为胃病严重影响歌喉及演出表现；莫名传出他与交往多年的唐鹤德感情亮了红灯；有不知情的人说，在他拍摄生前最后一部电影《异度空间》时，因太过入戏有撞邪的征兆，再加上他一直想圆导演梦，过程却频频受阻。第3种说法愈演愈烈，更是传出了灵异的版本。根据香港《太阳报》报道，他生前好友透露，张国荣最近一直认为自己中了降头，稍早前曾四处求助。一名钻研佛学多年的居士曾尝试为他解降，但未能成功。对降头有认识的风水师推测，张国荣很可能是中了降头，导致情绪备受困扰，最后无法控制，才会跳楼结束生命。据张国荣的生前好友刘培基透露，张国荣曾经告诉他被人下了降头，刘培基当时不相信，只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不过张国荣未能释怀，精神日渐萎靡，在过去1年不断四处找高人解降。有消息指他曾2度前往泰国解降，但最后都是失望而回。终日郁郁寡欢的张国荣，还有网传他撞邪，死前的行为与《异度空间》剧情意外的相似。网友总结了7大相似点，诸如张国荣临死前留下的遗书，上面第1句就是以 depression 来形容自己的心情。而在电影中，张国荣饰演的心理医生在看病人林嘉欣的病历时，病症 depressed 已经被圈了出来。又如张国荣在戏中因目睹旧爱跳楼大受打击导致失忆，现实中他则叫了前经纪人陈淑芬到事发现场后才跳楼，似要对方目睹自己死亡。这些留言都是根据一些碎片化讯息拼接在一起。张国荣的死因是因为抑郁症，这一点也得到了大姐张绿萍的证实。今天的事，無謂去知，不要問意義。有意義，冇意義，怎麼定判？不想，不記，不知。無謂問我一生的事。誰願意講失落往事？有情無情，不要問我，不理會，不追悔，不解釋意思。無淚無語，心中鮮血竟出不願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來日子，我以後陪你尋覓好故事。
傷心事，無謂去想，不再是往事。有時有陣時不得已，中間經過不會知，不會知。一生的事，誰願意講失落往事？有情無情，不要問我，不理會，不追悔，不解釋意思。無淚心中鮮血傾出，不願你知，一心一意奔向那未來日子，我以後陪你尋覓好故事。無謂問我傷心事，無謂去想，不再是往事。有時有陣時不得已，中間經過不會知，不會知。我勸你早點歸去，你說你不想歸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風輕輕吹，冷卻了野火堆。我看見傷心的你，你說我怎捨得去，哭態也絕美。如何止哭，只得輕吻你髮邊，讓風繼續吹。不忍遠離，心裏極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風繼續吹，不忍遠離，心裏亦有淚，不願流淚望着你。過去多少快樂記憶，何妨與你一起去追，要將憂鬱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願記取，要強忍離情淚，未許他向下垂，愁如鎖眉頭聚，別離淚始終要下垂。我已令你快樂，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問記着誰，留住眼內每滴淚，為何仍斷續流默默垂？
相逢相托面光，紅塵裏美夢有幾多方向，找痴痴夢幻中心愛，路隨人茫茫，人生是夢裏依稀有淚光，何從何去？去覓我心中方向，風彷彿在夢中輕嘆，路和人茫茫。人間路，快樂少年郎，路裏崎嶇，崎嶇不見陽光，泥塵裏，快樂有幾多方向，一絲絲夢幻